早期客家人的农业社会啊，大部分是种莴啊，农民都要种莴啊，都要耕种的时节呢，可能日日来围配啦、收草啊，都冇慳来放乜嘅呢？冲海啦、天灾啦，也有办法丰收。莴啊，对客家人的表现是勤俭而耕种，3万耕种，也有好食的米哦。莴对客家人啊感情紧动心。客家人啊，平常时当3万啊，所以讲1日3餐一天来食饭，所以讲米对客家人来讲啊，米食文化变化当多哦。所以讲3餐而食饭，米做得打扮。所以讲，客家的美食啊，对佢嘅生活啦变化是当多哦。客家的美食啊，是用台湾的米来做原料啊，发挥啊当多的做法。冇同样嘅米啊，做冇同样嘅板啊，要按台湾的蓬莱米、柴来米、糯米，各种嘅特色啊，冇同样。按客家人啊，用米食是来做板，传统的板啊，对按农业社会啊，都重要啊，因为客家人大也是善读，尤其出门做事啊、做班啊，还做得带到做事地方来食点心哦。客家人啊，都重视节日，过年过节、拜神，还个拜公婆，还个供生日呢，还个讨心口，还个全家人。乡下转来团圆的时节啦，做乜嘅呢？一定来打扮啦。乜嘅季节，过乜嘅节，是打乜嘅扮。你像善当啊，当多嘅夜，是做得就清明节来做夜班半夜班。午出来是做午班，所以讲客家人啊，当强哦，冇同样嘅季节是打冇同样班咯。板啊，做得讲客家人啊，平常是食盘南海的食材，用冇同样的食材啊来做冇同样的板啊，不去发展冇同样的板的表现哦。老人家传承下来的手艺，因是爱留记多变化，留记传承下去，留记客家的板啊变化，还那精彩哦。